喺小兒用藥上面咧，用得最多嘅應該就係退燒藥啦。但係發現咧，唔少人喺應用退燒藥嘅時候咧，都存在唔少嘅誤解嘅喎。尤其是係當家長面對住小朋友發燒燒到38度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好擔心，好想即刻就餵佢哋食退燒藥，因為擔心咧發燒會造成病情惡化啦，又或者係會燒壞腦咁樣嘅。你係咪曾經都有咁樣嘅疑惑同困擾呢？如果係嘅話咧，今集你好應該留低聽一聽啦，因為咧過早咁樣使用藥物咧，有可能反而會拖累咗小朋友嘅病情嘅喎。首先咧，大家要清楚知道啦，發燒嘅本質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先。其實咧，發燒並唔係一種病嚟㗎，佢只係我哋身體咧去對抗病原體入侵嘅時候嘅一種自然嘅免疫調節反應。當細菌病毒入侵嘅時候咧，我哋嘅免疫細胞咧就會釋放出信號啦，去通知我哋嘅下丘腦去調節體溫，令到體溫升高。咁呢個時候咧就造成咗我哋所講嘅發燒啦。我哋要令到體溫升高咧，因為咧當體溫升高嘅時候咧，係會激活到我哋嘅免疫細胞啦，而提升到我哋機體去抑制病原體繁殖嘅能力，並且咧有效咁樣去清除病原體嘅。咁所以咧，其實發燒喺某一程度上面咧，對我哋嘅身體恢復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而且有研究顯示，當我哋嘅體溫升高到38度半左右嘅呢個時候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嘅戰鬥力咧係最強㗎。所以如果家長你太早去用藥物咧，強行幫小朋友去降溫嘅話咧，其實係會減弱咗小朋友個免疫力，有可能咧會令到病情拖得更耐㗎。咁呢個時候可能你又會想問啦，唔通睇住佢發燒唔理佢，持續咁發燒落去，真係唔會影響到腦嘅咩？OK， 咁首先咧，大家要明確一點嘅就係咧，單純嘅體溫升高係唔會造成大腦損傷嘅。咁而以往大家所聽聞到嘅燒壞腦嘅 case 咧，其實嘅根本原因係因為有細菌病毒入侵到個腦部，而造成一啲嚴重嘅腦部疾病。咁而發燒咧就係呢啲疾病所伴隨出嚟嘅一啲症狀，而唔係製造疾病本身嘅問題。OK， 咁講到底幾時先至應該用退燒藥呢？咁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係咪都認為退燒藥嘅作用主要就係用嚟控制體溫，令到體溫降翻落嚟？如果係嘅話咧，咁就錯啦。其實咧，退燒藥嘅主要作用咧，唔係用嚟控制體溫，而係咧可以嚟減輕發燒所帶嚟嘅不適感，令到病人咧可以好好咁樣休息，如常咁樣進食同埋補水嘅。如果小朋友咧佢嘅體溫已經升到38度半，但係咧佢哋嘅精神狀況咧依然係尚好嘅話，其實咧建議家長可以咧係先用物理降溫啦，幫佢哋去散熱，然後咧過多1到2小時之後咧再俾退燒藥佢哋用。咁樣嘅話咧，既能夠幫助佢哋咧去舒緩咧發燒所帶嚟嘅不適感覺之外咧，同樣咧可以唔怕影響到咧免疫系統去發揮佢嘅作用嘅。但係咧，如果當小朋友佢未發燒到38度就已經有明顯嘅不適症狀，譬如個人特別攰啦、周身酸痛啦，又或者咧小朋友本身嘅體質咧係容易有呢啲熱痙攣嘅情況嘅話咧，呢啲時候其實我哋就已經可以用藥噶啦。咁其實咧幫助退燒咧，除咗用藥之外咧，有一點大家唔可以忽略嘅就係補水，因為咧喺我哋體溫升高嘅時候咧，我哋身體會消耗大量嘅水分，咁呢段時間咧好容易造成脫水嘅。而脫水咧，佢唔單止會影響住我哋嘅免疫功能啦，仲會影響住咧藥物嘅代謝，從而咧影響到藥物嘅效果嘅。所以咧，無論係咪用藥都好啦，都應該鼓勵小朋友咧要少量多次咁樣補水啊。要記住啊，水分同營養咧係支撐住我哋整個嘅免疫系統功能啦，同埋恢復嘅一個強大後盾嚟噶。所以咧，家長學識點樣合理用藥啦，同埋科學照顧小朋友咧，先至唔會令到自己身心疲勞啊。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嘅內容實用又幫到你嘅話咧，歡迎你分享俾你身邊嘅家長同朋友。我係藥劑師樂千，希望通過專業嘅知識分享咧，可以幫到大家減少不必要嘅用藥，從而建立一個健康嘅管理態度。跟住我啦，我哋下集見，拜拜。